是美术班的高手啦。哪会美术班高手哟？新国高中美术班高手了啊，去哟。读文化大学啦。优秀优秀，嗯。啊，伫迄个哦。文化大学迄款迄个什么？人才。伊卖偌去年养德大道那边常常出车祸了，就那被人家撞死了。车练落来，伊都伫遐咧单车都搞死去啊！哎呦，那单车单车会安尼哦。伊要去学校监考啦。哎呦，要去学校监考的呢。啊，因伫遐拢等无老师啊，拢落尾骹咧查对迄落下去啦，较知啦。哦，那真正遐真辛苦。所以。啊，地人。那昨天他就来画展啦。画展那妈妈。昨天正好1年啦，他们家只要文化中心帮他办画展。哦，帮他办画展。所以叫杨老师去跟讲几句话，杨老师在叫他3年的水彩素描。是。水彩。哦，汪正奇这么优秀，按是义德人呢。你也记得伊吼？不是新营人。新营人呢。你那就把你。姓汪的呢哈。你那把。我有教过美术班呢。哎，我可能也有教过他们哦。你也记得吼？昨天你。正奇啊。昨天你应该来啊。我们去活动呢，我们伦理班啊，然后去盐水戏院呀拍那个影片颁奖啊。哦，第1名冠军11万的呢。你啊？有啦，迄别人翕的咧。哦。20几岁女生哦，厉害哦。你的电话几号不能打来？我不知道是谁。要0929呀。等一下。啊，0983，讲的0983。